再来看顶礼拜全国防诈骗的金额是超过24亿。咱来看台东县的关山分局发现，讲有一件讲要协助民众来申请行政补助的诈骗，有一个70多岁老大人伊去超商要寄金融卡甲口罩购密码，这个店员认为讲这有可能就是诈骗，赶紧去报案。就是这份假公文，互高龄长辈局是下当有人代办新疆补助相关15万，就依照对方伫网络通讯软体指示，去超商寄出金融卡甲密码。因过店员发现可疑，这边协助长辈一边报警，警方到场甲长辈说明，佮打电话给对方，发现申办证书拢唔对，长辈才发现是一场骗局。经严谨依照该业务与老伯赖资讯息，一一详细解释，老伯才惊觉被骗。关山分局成功阻止的这件代办新疆补助，保证伫台东县是新发现的诈骗手法。消费处强调，政府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补助，要要求民众寄出证件还是口罩资料，也无违规代办，请民众唔通哄骗。乡公所那个公文的字不一样呢。好，我们所有的生活补助，包括身障、儿少、低收、中低收的一个申请，都是透过乡镇市公所来申请哈。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榜统计，5月份全国防诈骗财产损失比4月份增加14.1%。顶礼拜全国诈骗的财产损失已经超过24亿。上点看也是网络买物件、假投资、甲交朋友等诈骗手法。也毋过诈骗集团一直出新部署，民众看到可疑的信息，爱多多求证，避免哄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